新年快樂！我係中意講賽馬嘅 ED。2023年12月，嘉應高升作為一匹自救新馬喺香港一出即勝，之後比氣勢連取2場之後，一度被質疑為水貨。直到2024年2月，以頸位之差重奪勝利之後，從此嘉應高升嘅生涯唔單止未嘗一敗，而且無論喺香港定係澳洲，至少贏一個馬位先係正常嘅發揮。而家嘅嘉應高升已經係香港馬王、世界短途王，並且以128分成為香港馬匹年度排名嘅最高評分，亦都係2025年嘅世界馬匹排名第2位，僅次於130分嘅歐洲馬王格倫島，同馬迷熟悉嘅日本馬王青春永駐同分。事隔2年之後，17連勝嘅嘉應高升喺今年2月再次挑戰1400米嘅3款次關女王銀禧紀念杯。練馬師揚言，今場賽事嘅主要目標除咗勝利之外，更加需要一場打破1400米嘅時間紀錄，成就酣暢淋漓嘅18連勝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都仲係合夥奔馳啊！嘉應高升已經咬咗上嚟啦，入邊位置有金鑽貴人，後多層啊嘛，驕陽明駒喺個馬林入邊啊，出邊追嘅馬手機標靶，外邊包裝天象，大外檔陽光勇士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嘉應高升拋離群區，最少30米，驕陽明駒上咗嚟，中間金鑽貴人接近終點，破咗紀錄啊！破紀錄！嘉應高升順利贏出呢場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嘉應高升打破咗保持咗21年嘅17連勝，成功挑戰18連勝嘅紀錄啊！無論係場地嘅狀況定係賽事步速嘅影響，1分19秒36嘅時間紀錄，亦都係一項驚人並且係難以複製嘅成就。即使係上季打比賽日追平1400米紀錄嘅包倉天象，同場比拼下嘅表現已經不復當年之勇。21年前，當時係香港2級賽1400米嘅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從來未跑過1200米以上嘅精英大師打破質疑，成就17連勝。14年前嘅2月，澳洲馬后余子精華亦都係首戰1400米，成就18連勝。喺同樣勝出3個馬位嘅距離，證明咗佢係嗰陣時候嘅最強短途王。時至今日，嘉應高升繼續書寫自己嘅故事。身為香港馬迷嘅我，亦都係且看且珍惜呢一匹歷史級嘅良駒。最後，雖然現實上冇可能，但係大家認為嘉應高升挑戰1600米能唔能夠可以寒浪湧伏氣泡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，下次再見。